其實如果你買咗電動車，你就一定會問充電到底安唔安全㗎？其實答案好簡單嘅啫，只要有個系統幫你24小時夾住你3個數字，呢個安全就唔使靠估㗎啦。我哋SunPower嘅充電樁有一個系統叫做 Thermogard 熱壞系統，係24小時即時監控充電過程之中嘅3個關鍵指標嘅。第一個就係電流，電流過大咧，電線就會發熱，而過頭咧就會起火。Thermogard 咧就會夾住你超出安全嘅範圍咧，就立刻咁處理佢。第二個就係電壓啦，電壓又要監控嘅。如果電壓唔穩定咧，就會傷車又傷電池。咁如果有電壓唔穩定嘅情況咧，我哋系統就即時有感應嘅，就會確保供電穩定咗之後先至繼續充嘅。跟住第三個更加重要嘅就係溫度啦，充電就一定會溫度會提升嘅，槍頭會熱，線又會熱，塔跑又會熱，全部都會有監測到嘅。溫度一升得太高咧，就超出個安全嘅範圍咧，我哋嘅系統就會自動降低個降溫，唔會等到你出事你先嚟後悔。電流、電壓、溫度3樣嘢幫你夾實佢，充電安全咧，你就唔使靠估，唔使靠感覺啦。如果你想知道你個充電樁有乜嘢嘅智能嘅保護系統咧，歡迎你留言俾我，私信俾我，我會詳細咁解釋Thermogard點樣去保護你嘅充電樁同埋你架車。我係光電嘅老兵哥，有咩問題私信我，我可以隨時解釋俾你聽嘅。光電充一充，未來更輕鬆。